mi cho ba le phe ma ri ma ba ga ma sa ni ye shi no wa ra Buddha Gala Abode Mame Banda Javasho Buddha Gala Ando所以呢，就是佛陀让我们知道菩提心的重要性，让我们知道要学菩提心、修菩提心，愿菩提心，行菩提心，以这样的一个过程来说，这也可以说是整个一个修持的一个佛教徒的一个修持的过程，就是一个大乘佛教徒的。所以大家这个方面来说到，一定要知道，现在我们呢就是正在学习菩提心的一个过程，所以大家一定要知道，这种的机会不是说经常会存在的。